宜兰县南方澳南兴码头的那边哦，因为水无够深，无法度停船。那边是争取讲，望码头会当向南延伸164公尺，来解决渔船无够停的问题。嘛，因为附近的地主反对哦，目前各个沟通，那边嘛正反对地主是望讲，互游艇嘛通停伫渔港。渔民甲船仔顶的鱼仔落来货车的。宜兰南方澳渔港是全国第3大的渔港。不过，船仔若挖港，清在无够所在通好插，所以渔民希望争取甲港内南兴码头向南边延长164公尺，希望有较宽的空间通好插船仔。船仔你就即个所在，拢挖船仔挖到等于边啊嘛。啊，你即摆来画要布置啊，就无位通，都无位通布置啊。啊，所以讲迄个位哦，真有需要迫切需要。不过，向南边延长这案，其中的44公尺是私人的土地。这个地主有观光开发的需求，无希望南兴码头延伸到因兜的土地遐，而且伊嘛提出希望游览船会当挖港停歇的需求，造成渔民的反弹。渔民除了继续争取码头会当向南边延伸164公尺，嘛反对游览船入港，避免影响渔船的作业。开发案的这个游艇的进出这个还是要必须践行我们这个渔港法的一个相关规定必须经过渔港主管机关，也就是渔业署的一个同意专案经过县政府的协商了后，将基尾是决定码头先向南边延伸120公尺，也若剩的44公尺，要是希望甲地方有共识。另外，游览船敢是会当挖港入来插，根据渔港法相关的规定，都要经过渔业署的同意，目前还未定案。记者综合报道。